平安。这是咱来做敬拜开始的祈祷。请阿爸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有赏赐雨水润泽土地，特别伫阮特定这所在，你真正眷顾我，你予雨拄啊好，予风微微啊吹，予阮会当伫即个遮尔好的天气内底来享受你的恩典。更加我来感谢你，予阮台湾即个土地，伫即个病毒遮尔艰难的时阵，阮若亲像毋是伫即个地球面顶，因为阮共款照常咧读册，共款照常咧工作，照常去食餐厅，照常去佚佗。阮知这拢是你的恩典，阮怎会袂感激？我感谢你伫礼拜的主日，互阮会当记日来到圣殿，来甲你见面，这是阮上甜蜜的时刻。阮将一切感恩、和乐献上伊面前，来可以感谢，靠做圣名，阿门。现在来吟圣诗211首。上帝设立安息圣日，来。上帝设立安息圣日，愿万事好，为万民，自己高，强劲来修，稳定好气，充满信心。上帝慈悲的面，我
的高以温作情，倘欢喜，倘欢喜，这酒安乐无通三比。那感谢阿爸天父，互咱有一个安息主日，那咱会当来敬拜伊。特别咱真感谢，伫咱这顿，咱阁有聚会，咱阁会当侪人入来，全教会拢爱入来。有诶教会因有限制，用直播。毋过安尼已经超前2个月会感觉足轻松，所以咱感谢主，互咱阁会当相见面，就亲像咱圣诗所写的。咱来毋通甲咱甲阿爸天父见面，咱会甲咱主咱兄弟姊妹相见面，因为咱亲像兄弟姊妹，咱亲像至亲的亲人，咱会感谢，咱看见就代表咱彼此拢平安。好，咱来读一节圣经节，好无？伫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，咱来念，好无？来。所以兄弟啊，咱伫耶稣的会，既然得到好大入圣所，对伊所予咱开心甲活的路，按场理经过的一个场理，就是伊的身躯。咱真感谢咱阿爸天父有大的救赎计划，互主耶稣会当照着伊保护，互咱。逐人会当进入伊的圣殿内底，咱来享受一个活命的真理。无人会当食早，咱会甲上帝之间的疼，这是咱做基督徒上大的恩典。所以咱来吟圣诗178首，因咱对上帝阿爸的疼，咱羡慕来见伊的面。所以咱羡慕入伊的圣殿，咱吟一首。来。我来上帝圣殿，求主眼光着显，伊叫有大欢喜，也会成就无比。后日咱拢会送三支伫天顶，咱会当做伙来唱诗，就亲像咱伫地上共款。所以咱每一个会早起伫遮咧唱圣诗，其实是咧预习以后咱伫天堂的日子。所以咱甲吟，咱足熟的歌，咱拢在伫咧走，诗篇该水的一篇，来。我落在地上，最大饮的水，我心里莫
心感托为生，因为甲主你归，写书是一本案，心心着阿主名，一命恩我爱赞，我被阿乐感谢。你的喜呀和我，每夜里住在我，你是我唱歌，阿乐感谢无线。咱明日要唱歌，明日感谢咱阿爸天父。咱过来念一，来读只圣经章好无？约翰福音第10章3节甲4节，咱做出声来。我是好的牧者，我捌你的上我的也捌我，亲像爸捌我，我捌爸是一样。我为着羊放散性命，我要羊，毋是属这条的，我的确着带因来，因也要听我的声，搁要正做一群归一个牧者。昨昏有咱新年兄，是我阿伯伊个袂熟。牧师的讲道，非常的，像诗篇讲的，迄个金苹果徛伫迄个银王上里面介合适。你甲咱讲，上帝听超过咱所想的，上帝毋是讲敢听咱，上帝听所有的人，伊互所有人拢有机会，就算讲伊袂死伫外口，伊还阁咧等待。所以福音毋是讲咱伫教会内底，咱即群已经得救的。阿爸天父佫爱咱去找伫羊条外口，甚至捌伫羊条内底走出去的，甲因找倒来。就亲像主家己讲，伊要有羊，伊要去带遐羊倒来，要互咱归做一个。所以咱伫咱的亲人中间，若有信仰袂实的，还是也毋捌的，咱赶紧去甲伊找倒来，因为咱拢知，以后迄个审判日子到的时，无人有法度去承接迄个痛苦，迄个伫火湖内底迄种痛苦，永远的痛苦。无亲像咱讲，咱若手破空，咱会当膏药等待一天、2天、1个月好，伊迄是无好的时机。所以，咱既然若听咱的亲人，迄真正是咱的亲人，伊的火甲你的火是同款的。所以，咱若是掠着天父对咱的疼，咱搁较积极来引带因，搁用较大的疼来包容因。因为其实阿爸天父对咱嘛是安尼。咱本身嘛是捌搞怪，咱嘛是无听话，可是伊共款咧宽容咱，咱无比伊较好，咱只有感谢天父伊大的恩典，因为咱本来袂堪情。咱来言信息，愿主做咱的牧者。求主愿你做我牧者，愿路我得你扶持，带到草坡我引者，比把羊条来保庇。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你收回我归属。
安稳主宰，你要伸手来保护，求愿他你对天安排，因全是要开正路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你赎回我归向你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你赎回我归向你。来因第3站。你有应允要接纳我，随望做当面实质。你有权能通救赎我，写做阮等大慈悲。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愿有细汉来救你。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我要细汉来救你，我要细汉来亲近你，爱要听他的命令，心爱陪伴通接纳你。哦，你无有这罪行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愿你听阮到永远。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愿你听阮到永远。提备，伊是咱的牧者，伊但时刻咧等待咱转来，咱拢无完全，就是伊期待咱转来，无论咱做过啥物，只要是旧的代志，会当甲切断，咱拢是活新活的人，咱甲吟，求主耶稣愿你来听，那有足济话，你会当甲主来讲来。求主耶稣，愿你来听，我困求的声，你大是阮靠你尊名，心是天下正。求主，求主，愿你听我求。你大父，我求你收赐，我的求主面前还会，脱开我污秽，把我洗净除去我罪，主你的脚位。我求，我大欠亏你大父，本求你收赐。咱去第3站来。求主耶稣你大功劳，我何大我可，我是你上上随从，你做我的道。你大父，本求你收赐，我心希望我命正路，只有主耶稣，你要替我担当艰苦，天的无半路。你听我
我求，我大欠亏你大福，恳求你收赎。那捌天的伊是丰富的，咱会当甲一切拢交托伊。所以咱来读一个诗篇43篇30个4节，好无来？求你发出你的光，甲你的知识，互伊带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会幕，我一要到上帝的祭坛，到我极欢喜的上帝遐。上帝啊，我上帝啊，我要弹琴来学你。来，言信息15首，来。求上帝发出你的光，以见你的真实，来引带我走到宣道，通甲天边亲密。我真爱靠上帝这段。我心就会欢喜，我要弹琴出下首歌，学上帝灵意。再来，我心相思欢乐忧闷，你着望上帝。咱来读这个圣经的节，约翰16章33，来。我已经将这个甲你讲，互恁惦伫我平安，伫世间恁苦难，独恁通放心。我已经看赢世间。主言讲，咱去掉伊，咱就看赢世间。咱毋是去。讲咱伫世间，咱都无病痛，还是讲咱无欠亏。主甲咱讲，咱爱抓条迄个真正永远的保障伫天顶。咱其实咱会当勇敢来甲上帝面前，就代表咱无互魔鬼看赢，魔鬼无借口来束绑咱的骹。咱既然行入这圣殿，就伫上帝的保守内底，咱已经赢过伊。咱要有这信心，来时刻来亲近咱的主。咱来言信息152首，来。我来调记你，救赎我的主，你是我所靠。我心的耶稣，为着可怜我，你把手可疼，我一切关路，求你来投放，你就是主庇稳定的君。信仰，我连夫妻我。
阮的温顺，你为我献出残忍甲痛恨，我你受出我丰盛的恩惠，你完全离地和海来作对。如今我把为茫茫，地主的应允，所心无空空，就是我和平安静甲开心。伫你的开难，互我应坚信。阿免。咱这时安静耐心，咱准备刷车敬拜。是咱来做早起的礼拜，请奏乐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，山悬的山尖也属伫伊。洋海属伫伊，是伊创造的，大地也是伊的手造成的。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。是伊手的羊，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，就毋通硬恁的心。
生徛伫面前。何日我如世间小事，但阮等你相思。上帝讲恁的兄弟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三甲来吟圣诗51首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大主宰，咱着齐声唱歌，阿乐主耶和华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掌理天地甲海，阿乐上帝至尊至权至大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是上帝，全能的地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水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，定是过死埋葬落母。第三日对圣中倒活，上天，阿坐伫全能的地上帝的大名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共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来三甲来体验经文24篇，经文24篇，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例，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。少年人着用什么来升起伊的所行？我专心找你，求你毋通互我迷路，离开你的诫命。求你开我的目睭，
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。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。求你互我的目睭越早无看虚假。你的话将我救我。我有受苦，是做我的利益。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，我爱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开拆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3到来吟圣诗182首，主是永活美娘，我欢喜，亲像早日分饼伫家里里，讲究圣经逐篇，望主指示，我心无做主换命道理。请一个吟全首。3到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保守阮伫一礼拜，无论心身拢平安。今仔日是礼拜日，阮用敬虔的心来到礼拜堂，用诗歌学乐，用圣经的话做家己的学习，甲信仰的准证。人生也有风影，求主赦免阮的辜负。当阮失迷方向的时，求主紧紧将阮带倒转，免得阮像失迷的羊伫外面流浪。阮一生要做上帝的儿女，安尼祈祷感谢靠主的名，阿门。上帝的羊羔，就是夺去世间的罪，有你灵命愿。上帝的羊羔。
赞美，请圣歌队。
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章第2节。诗篇第1章第2节，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，明日三思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搁看一位，新约犹大书1章20节。新约犹大书1章20节。若是所听兄弟啊，就伫恁至圣的家己起做，伫圣神来祈祷。以上讲道，将上帝的话语藏伫心中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进入你的圣殿，阮愿你拍开阮的心门，恳求你用你的真光照阮的黑暗。阮深知你的话创造天甲地，阮嘛深知你的真道造成人的心思意念。阮要敬奉你的话语做阮神圣的律法。我愿将你的话语放伫我的心中。我要明日三思你的真道。愿你用圣神造成我的灵命，想使圣神帮助我脱离血气。求你帮助我，深思上帝你所想使圣经话命的话。成做我活泼有力的思想，想使我气力会当活伫上帝你的话语中间。愿你的话亲像天堂的种子，深深放伫我的心内，不芽成长，帮助我结出圣神的果子，互我的身边的亲人朋友通得到上帝你话语的福气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阮中间，亲像伫天顶。阿免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恁分享的，就是一个祈祷。咱恳求天父上帝圣神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咱的生命要因为上帝的话来改变。今仔日的功课非常重要。但是，却是真容易互基督徒忽略。咱常常听世间的声音，伫风影的中间摇动失败。愿天父上帝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帮助咱，心头了定，毋惊树尾透风台。兄弟姊妹，做一个基督徒真要紧，就是心头了定。我需要鼓励恁，恁人生拄拄开始，还阁真少年，但是愿恁亲像大笔，诚做真有智慧，3000几年来受教会尊敬的一个信仰的人。今仔日的圣经只有一句，是大笔的祈祷讲：我要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中。然后我就要亲像树栽种伫溪水边，照时结果子。诗篇第1篇，诗篇第1篇，咱若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，上帝的话就亲像耶稣讲，伊是上帝国的种子放伫咱的心内。每时咱咧困的时，伊伫咱的中间就不芽成长。直到天光的时，咱忽然感觉着惊讲，为什么？上帝这粒种子伫我的生命中间，真侪遮尔大的影响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个圣经真要紧是一个功课，就是甲咱讲，咱每一摆你个人的查经也好，做礼拜听到思会所读的圣经也好，咱就爱努力，互上帝的话活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
圣经生活化，生活圣经化。这是一个伫教会中间常常听见的一个邀请、鼓励，非常重要。但是确实互真侪基督徒忽略。教会5个长老甲牧师做伙，咱认真读圣经、了解圣经、分享圣经。咱毋通做青梅带青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亲像大卫，请做一个真正智慧、知影、重视上帝话的基督徒，享受上帝话，毋是干那惊吓，因为上帝话毋是干那责备，上帝话真重要。伊咧讲起，其实就是养饲咱的灵魂。当咱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中的时，上帝话要做咱脚前的灯，做咱路上的光，要互咱的生命真侪有智慧。每一摆上帝若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，迄个感动要真侪一个足大的影响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恭敬听上帝的话，毋通亲像咱台湾话讲马耳东风，马耳东风，就对即边听，对即边出去，凊彩甲听，凊彩甲听。上帝的话毋是凊彩讲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摆的礼拜，咱拢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赏赐一句改变我一生的一句话。兄弟姊妹呐，一年一个礼拜日拢领受一句改变咱生命的话，一年上少50句，然后一世人你也甲看，上帝用何等重要宝贝的智慧，就改变咱的生命。愿你毋是听牧师的讲道，愿你是恭敬甲主讨讲。主每一摆当牧师带阮读的即个圣经的话，主求你将你的话刻伫我的心内，帮助我，塑造我的心思意念。你看我大笔外口讲话，毋是靠讲话，是因为了解上帝话的宝贝。伊讲上帝造成人的心思意念。诗篇33篇第15节，两种无共款的翻译。第一个翻译我用黄色的字，这是现代译本伊的翻译。伊讲上帝塑造人的心思意念，咱的想法、咱的观念、咱的主张，是上帝伫圣神的作为的内底对咱，迄个感动，都真侪智慧的光。第二节圣经讲。上帝造成，意思就咱的生命所有心思意念，拢是上帝的工作。伊用造成这个字，就是讲造成塑造我一生的主张。主要读到你的话是我的主张，所以大笔，伊讲我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内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。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将上帝极宝贝真理的光，就是伊的话，用敬虔、用谦卑，咱甲主讨讲。主，我每一摆听到你的话时，不管我是毋是欢喜，忠言逆耳，良药苦口。主，每一摆我若听到你的话时，主求你互我无拒绝，求你互我无阻挡。求你，互我无亲像一个浪子，拒绝上帝你主爱的声对我所讲款面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诗篇第1篇第1句讲：无行歹人的道路，无坐武万的人的位。意思就是，这个世间有真侪车花虚假的人，我无坐伊的荣华富贵的位。我无行伊弯巧背逆的道路。过落去大笔安尼讲，伊讲我密日善思，这句话真容易忽略，甲当作一个形容词。但兄弟姊妹，密日善思是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甲生活。我以前读无这句话，直到我读深刻的深度灵修的时。我才忽然知影讲，
这个新课牧师用一个真生活化的话，将大笔伊极深的这种的信仰告别，互我了解。新课牧师伊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早经认真读圣经，每一日有灵修的生活，每一日有读一段圣经。伫每一日要困之前，你就将今仔所读的圣经中间的一句感动你的话，将迄句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带入你的暗时的眠梦。用当你要去困之前，你先想今仔日所读的圣经一句话，带入你的眠梦的中间。就亲像古伦神父讲，伫梦中听见上帝圣神的喃喃细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才做一个每日三思上帝的话的基督徒，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。所以大笔伫伊的诗篇中间充满这种的态度。伊讲：我敬奉耶和华伫你的面前。敬奉耶和华意思就是讲，我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伊所讲的话，就是我一生所尊重神圣的律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的囝儿恭敬听你圣经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予咱。最近新课的话，诚侪我伫生活中间真侪搁重新的复习甲反省。这本册伫我的身边已经几啊年有读过，但最近搁重新咧读的是有无共款的滋味。伊是一个真有生命灵命深度的牧师，伊嘛是一个真会通将上帝真严肃的圣经的话讲甲真浪漫，讲甲真生活化。几礼拜前，牧师甲恁分享一个就是雅各的梦。伫迄个中间，我用古伦神父伊的册。梦与灵修，古伦神父讲，这是咱的祈祷。伫你有意识，伫你的意识形态，伫你的思想的中间，你对上帝所讲的话，这叫做祈祷。伊讲，伫这是咱主动对上帝求讨，但是伫暗时，上帝的圣神主动伫咱的生活的中间。所以古伦神父讲，伫梦中，上帝圣神要对咱讲话。当你降服在睡梦当中，当你完全假做一个放松、无意识形态、无思想能力的人，你的潜意识，上帝开始对咱的潜意识来讲话。这就是古伦神父伊讲，上帝伫暗暝的时，伫眠梦中间，伊会喃喃细语，非常水的话。若毋是有真深经历着上帝，若毋是真正将上帝的话放伫伊的心内，一再思想的人，伊真困难真做一个有法度整理伊的思想的人。所以新哥牧师讲，做一个基督徒读圣经了后，你爱常常盘点，伊用盘点这个字，代表讲每日三思，日时暗时，我拢将上帝话放伫我的心内去想。这是代表的话，每日三思上帝话。但是新哥牧师讲，盘点，就是大概你若暗时要困之前，你对你的这个收音机内底抽出来，今仔日所做的生意内底，上帝予我偌济，甲摕出来呐。哦，100块有几张啊？人家有几个？盘点上帝，伊的话伫你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会晓伫盘点上帝恩典，会晓每日三思上帝的话的基督徒。愿上帝予咱，毋是干那听讲道，予咱真正经历到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一生甲咱做伴。阿免嘛。愿上帝一生甲咱三甲伫地。对今仔日开始。咱愈来愈清楚知影讲，上帝你真正甲我伫咧。以前伫人生的中间，我感觉真孤单，我毋知影你甲我伫咧。但是当我安静认真，
恭敬的事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上帝，你从来无离开我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用伊的圣神掠着咱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，幸福伫上帝的掌管。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，幸福伫上帝的掌管。咱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无爱搁再计较。我的思想，我的主张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一切一切，当每一日暗时的时，我咧盘点，我有偌济的事，上帝将所有的一切，拢要归荣光互你。愿上帝祝福恁，无干那加做一个行尸走肉。伫后礼拜圣神降临节时，咱每一个人拢欢头喜面，开始甲圣神做伙过我的生命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天的门为咱开，天的门嘛为雅各开，天的门嘛为咱的囡仔甲子孙来开。兄弟姊妹，但是咱的心门爱向上帝来拍开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伫梦中见你。日时我要认真做工，但是暗时是我甲你见面的事。以前我无了解，我是安那海讨厌，是一个真够做梦的人。逐摆若天光拢困无啥会饱，迄种感觉。我是一个真够做梦的人啊！讲真含的话，就是讲我叫牙科医生看，伊甲我点药啊。伊叫我等下倒一下，叫我等一下。伊隔壁床咧甲其他人治疗时，伊搁倒啊！我已经做一个梦啊！你讲无事，敢有遮喊？我就是这种人，因为我毋知是安怎，我真好困，但是我真有梦。少年的时我拢感觉真麻烦，因为这个梦真骄傲。直到我读着古伦神父的册了，我才了解讲，上帝这是何等的宝贝，因为是伫暗时中间你对我讲话。你敢知有偌济时间我咧准备讲道的时，伫暗时中间我拢准备讲道片呢？这毋是到最近才安尼。长期以来，包括有一摆伫世界传道会要准备迄个英语的演讲的讲道的时，有透早甲我讲，爸爸你昨暗咧讲道呢，用英语啦。这叫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对不对？咱无法度对咱的潜意识做任何的掌管，但是伫梦中是上帝圣神掌管的时刻。也这好定的水嘛，这是迷信，咱拢听上帝的话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所学到的功课。因为这个功课是我以前拢学袂来的功课，我嘛毋知影，无人安尼甲我教。直到我读古伦神父的册，直到我读新课的册，我才知影讲，我以前土法炼钢，我安尼昏昏动动安尼过一世人到60几岁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人会当安尼活。原来基督徒的生活会当遐尼快乐，遐尼丰富。原谅恁的牧师，因为恁的牧师上班知影，今仔才知影。但是永远袂上班。咱知咱毋知，上帝拢咧做工，对毋对？伫牧师少年的时阵，当我毋知即种的道理，但是上帝圣神嘛常常对我讲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，互咱每一日。养成着灵修的生活，就每一个暗时要困之前，你整理你今仔日所有的思想，带一句话进入你的迷茫中间。新课牧师伊讲，当你伫暗时咧困的时，隔天早上你醒起来，昨天晚上上帝对你讲的话，要正做一个上帝轨迹来帮助你。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咱。一个真要紧的信仰的操练讲：主啊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主啊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侪有这种习惯的基督徒，每一日读圣经，
咱的心头了定，这个定就是上帝的话做咱的基础，做咱的地基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内底，因为这是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讲：“我的话要常常踮伫恁的内底。”注意听，耶稣讲一个譬喻，叫做夜景的譬喻。耶稣讲：“我所传的上帝个福音，这个天国的福音就亲像一粒种子。”记载伫马可福音第4章26节、27节。伊讲：“这粒种子放伫人的心内，你暗时困去，这是醒起来。上帝话这粒种子已经布芽渐渐成长，虽然你唔知影，但是上帝话天国的种子，要伫你的思想的中间影响咱真侪一个有思想的人。牧师要为着恁祈祷，唔是讲查某囡仔只有感情感性，查甫囡仔才有理性，唔是。真侪查某囡仔嘛有真水的思想。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人有感性，有理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真做一个有上帝话做咱思想的人。所以这是新哥牧师讲：当你若认真思考，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你的思想会变成活泼而有生命力。注意听，牧师用这句话。甲恁分享的意思，嘛是牧师对恁的祈祷甲代祷。上帝要互恁真做一个有思想的囡仔，真做有思想的基督徒。你们的思想会活泼而有力量。搁落去伊讲啥物？因为你有思想，所以你的想法会感动人，非常重要。恁敢有期待将来，恁真做青年、真做大人的时，恁的思想会当真做有影响咱的人？阿免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当咱若有上帝的话，你就真做有智慧的人啊；当咱若无上帝的话，咱就真做戆人。所以新科牧师讲，你爱常常盘点你上帝所予你的话。爱常常盘点上帝所赏赐你的心思意念。大笔咧讲的话，伊讲明日三思，所以常常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，得时不得时想到，就开始去思想，用心去想，然后你的思想要真做活泼，阁有开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互咱常常整理咱的梦，伫梦中听见上帝的话，伫梦中听见圣神的话，然后每一个有感动的事，你拢写你的心灵的日记，将你心灵思想中间真宝贝的话写起来，目的就是你不断的当提出来复习，因为当你有一个感动的时，迄个话并未真做你的主张。甲你的念头，咱来不断复习，不断将上帝话找出来盘点，一摆、两摆、三摆，到有一日，你会忽然发现讲，这个话永远无离开你的思想，常常伫你需要的中间，迄种的话就走出来，成做你的主张。这才是咱的啦，那毋是伊是别人的，所以将上帝的话常常放伫咱的心内。盘点思想，然后上帝的话要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主帮助咱，互咱活出上帝的话。咱的生命会讲话，逐个人的生命拢会讲话，但是逐个人对别人的主张的判断拢无共款。咱问咱家己。伫我身边的人，因安怎讲我？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。如果你若期待你真做一个互人尊敬的人，你会当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求你想出一句真特别的话，放伫我的生命，互我一生只有一句话，做我一生的价值。
做我生命的标杆。你捌听一句话叫做“以爱做小事”吗？咱中间有人捌听过啦。有人讲，德蕾莎修女就是这种的人。伊一生主张就是讲，我毋免做大代志，我就代表耶稣去听别人安就好。所以有人讲，德蕾莎修女一生就话出一句话，迄句话叫做“以爱做小事”。世间人拢爱做大代志，但是到一生的路尾，拢发现一世人并无真正做过好代志。但是一个人真谦卑讲，我真罕慢，我一生只有要为上帝、为耶稣去听迄个无人听的人。所以德蕾莎修女就是用安尼一生话出一句话：所听兄姐，后礼拜是圣神降临节，每一日应该拢是圣神降临节。愿上帝圣神用伊的话改变咱的生命。耶稣讲：“恁着听候，因为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，恁要得到快乐。”兄姐，恁敢期待真做一个有快乐的基督徒？甲上帝讨，你甲上帝讲：“上帝，我决定真正一生无要离开你。”但是上帝嘛恳求你一生无离开我。上帝，我决定一生无离开你，嘛恳求你一生无离开我。主求你帮助我。第二个牧师要甲恁复习，就是3年前牧师伫圣神降临节的时阵，有3篇的讲道环绕着深思熟虑。今仔日代表咧讲明日三思，其实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，明日三思的意思就是，互上帝话成做我脚前的顶，路上的光，我成做一个深思熟虑的人。有一句话讲：“我思故我在”，对无？一本册，我的思想就成做我这个人是什么种的人。我的心内若垃圾，我所想的嘛垃圾；我的生活所表现的嘛垃圾。但是我的心若拢上帝的话，我所表现出来就是圣神的轨迹。后礼拜就是圣神降临节。圣神的充满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互咱的生命亲像一丛树啊，结出上帝圣神的果子。这叫做圣经生活化，生活圣经化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亲像大笔讲，我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明日三思。上帝话要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成做一个新的影响力，互我的生命活泼，互我的生命有主张，互我心头抓好定。所罗门伫伊传道书第9章第1节，伊讲：“我将一切的事，人情世事，世间的一切事，我将一切人情世事放伫我的心内，详细考究。”详细考究，这就是深思熟虑的意思。所以圣经中间虽然咱找无深思熟虑这个话，但是基本上圣经中间有真多，伊咧讲起，当一个人若将上帝的话藏伫伊的心内，放伫伊的心内，这个话要亲像上帝天国的上帝国的种子，迄个智慧的种子要伫你的生命中间不断的成长。草地囡仔嘛会当成做真有思想的囡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请做一个有上帝话活命的人。这就是所罗门讲：我当将上帝的话放伫我的心内时，我就有能力通明白。所以伊有一个结果，因跟果。这句话第2段伊讲就知道。这就是因果关系啊！当我将上帝话放伫我的心内，
我就有能力通判断，有能力通了解，有能力通将真复杂的代志，甲伊理清，将真复杂的代志，甲伊做真简洁、真正确的主张甲判断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这叫做深思熟虑。3年前，牧师甲恁分享这3篇的讲道，今日牧师做一真简单的复习，因为我真爱这句话。这3年虽然讲道已经结束啊，但这句话不断还阁伫我的心内咧问，我咧问，我嘛咧问。深思熟虑，英语中间有真侪话，一句叫做 “sourceful thinking”， 想有无？想代志叫做 thinking，T-H-I-N-K， think 我想。但是深思熟虑的人，英语有一个字叫做 “sourceful”，sourceful 就是讲伊真有思想的人。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分享个另外一个字叫做 “deliberate” 这个字 ，be deliberate，be 就是讲成为 deliberate 这个字就是深思熟虑啦。这个字真特别，因为伊是对拉丁文来的。deliberate， 的意思就是亲像你咧杀鱼啊，鱼头较无把甲剁掉，鱼尾较无掉甲剁掉。就是将迄个无重要的物件，甲伊重新组合、重新排列。liberate 这个字啊，其实伊的字根叫做 libera。咱咧讲哦，你什么？你出世的是什么星座？有无？即摆少年囡仔真流行讲我是天秤座，什么座 ？libera 这个字本身就是天秤座啦。所以深思熟虑的意思就是讲，伫你的生命的天平，你这边来较重，伊就沉落来；这边来较重，伊就沉落来。深思熟虑的意思就是讲，这边若想起一边的时阵，我就将这边的一部分给摕过来这边。deliberate， 我将这个 libera 这个秤砣，我将这个秤砣给摕过来，互我的生命有平衡感。libera 这个字伫古早的罗马时代，就是一粒秤砣叫做 libera， 所以古早叫做天秤座的意思。libera 就是本身就是一粒秤砣，偌重一磅。libera 真正是一磅啊！所以当这个字深思熟虑的意思是讲，你的生命要有平衡感。当你伫生命中间若有无好势的时阵，你就爱家己调，用上帝的话，将你的生命的天平，该调好势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嘛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调整我。还有一字 ，libera 这个字本身英语中间叫做 liberal 本身就是自由啦。人有权利主张我要做什么种的人，但深思熟虑的意思毋是安尼。圣经一起头就讲夏娃、亚当因选择听迄只蛇所讲的话，然后食善恶果。人有自由的意志甲权利，但深思熟虑的意思就是讲，将你的自我、自主权、自我为中心，自我做中心，自我的决定，该放一边，互上帝来掌管，互上帝话做你的秤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每一摆读圣经的时，咱得到正确的主张；互咱每一摆谦卑伫上帝的面前祈祷的时，咱拢真谨慎使用咱的主张，你的自主权。主啊，我是有主张的人。主啊，我是有主张的人。但是伫你的面前，愿你的主张成做我的主张。咱拢是有主张的人，但是咱若要做基督徒，真要紧，就是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的主张。认真听，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。所以代表讲，上帝是造成人的心思意念的上帝。恁毋是听牧师的讲道，绝对毋是听牧师的讲道。
恁是要听牧师的讲道，讲无着迄个圣经内底稳重宝贝的话，恁来恳求上帝圣神带恁读圣经。天父上帝帮助咱需要心中的真知灼见。真知灼见这个字出现伫歌罗西第12章第1节、第2节。伊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奥妙迄个锁匙，这个锁匙一开，人就会当得到智慧、真知灼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这间小小的教会，是每一个人来做礼拜，拢期待会当听到上帝宝贝的话，也期待这间教会是每一个来追求上帝的人，真正听到上帝的话，对你讲话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智慧放伫咱的内底。牧师已经连续3礼拜拢用这张啊。深思熟虑真要紧，就是帮助你建立几种的智慧。第一，我徛伫天地的中间，我算做什么？代表伫伊个诗篇第8篇讲，我抬头看你天顶所做的日月星辰，我就问我家己讲，啊，我算什么？代表伫伊个中间发现这样代志。伊讲我这么渺小。但是你却让我得到尊贵的生命，如同天使一样。这个叫宇宙观，这个叫世界观，这嘛叫做人生观。然后上帝话要接着你的 libera 劝退，就是你的价值观念。兄弟姊妹，别空。你内底遐个无属伫上帝的主张，互上帝话，成着你一生的坚持，迄叫做价值观念。你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啥物是你一生的坚持吗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。所以今仔日圣经牧师用足少的，只有3句，一个金句，2节新旧约。所以这3句圣经，请你家己当作金句，一定要背起来。主啊，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，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的心中。主啊，我要伫你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，我要伫上帝你圣洁的道理、圣洁的神的顶端造就家己。啊，我知影我无能力通造就我家己，但是我要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今仔犹大书第20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伫至圣的真道造就家己，就是认真读圣经，然后读无的时阵，伫上帝的面前谦卑恭敬祈祷，讲主求你的圣神对我讲话。就亲像古伦神父伫暗时看见梦，亲像深刻，伊伫灵修查经的中间，上帝继续伫伊日时的思想。伫暗时加添伊所无的智慧，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。犹大书其实无章啦，伊只有1章尔，伊对头到尾都是一张批啦，所以伊无章。哦，但是20节伊讲，所听的兄弟姊妹，恁爱伫至圣的神，这个神会当翻作道，伊的原文叫做 pistos， 就是真理，就是真道。有时翻作真道，有时翻作真理，有时翻作信。信念，我的主张，我的思想，伫至圣的真道顶端造就家己，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愿天父上帝伫过来的圣神降临节，互今年的圣神降临节，成就你生命中间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。亲像顶礼拜。郭玉林老师伊的分享，伊伫一年的圣神降临节中间，上帝，互伊成做一个生命甲上帝连结的查某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这个功课真简单、真困难、真重要，但是常常互咱忽略。咱做基督徒，爱有基督徒的行。咱做基督徒要有基督徒的主张，咱做基督徒
还有基督徒的智慧。咱做基督徒，要有基督徒的能力，恁相信吗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，就是带来能力的真道，互咱的生命改变。牧师搁读一摆，因为牧师真渴望将这句话就写在你们的心中，用心思考。你的思考会变成活泼而有力量。一聊天的作文能够写出很有内容的文章，你的想法会感动人，你的生命会说话。兄弟姊妹，为恁的囡仔祈祷，亲像牧师为恁祈祷，亲像保罗为咱祈祷，亲像犹大为咱祈祷。所以今仔圣经犹大讲，要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伫上帝的话顶悬受造就，伫圣经的内底来祈祷，常常盘点，意思就是整理你的思想。一个人若毋整理的思想，伊的心内就会真乱。但是一个人若常常用上帝的话来盘点伊的思想的时，伊会真做进入逻辑思想的人，伊会真做进入逻辑性，伊的生命会当真有安那有次序。伊每一个所在放伫啥物物件，放伫啥物所在，伊的思想放伫啥物所在，伊真做进入逻辑、进入秩序的生命。主帮助咱，伊是造就咱、造成咱的心思意念的上帝。咱要伫上帝的话顶悬造就家己，互上帝的话带咱行人生的道路，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天平、主张，互咱成做深思熟虑的基督徒。愿主祝福恁深思熟虑、活泼有力。愿上帝互咱成做一个有上帝思想主张的人，活泼。有能力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教会要恭敬将你的囝儿、查某囝，无论老人囡仔，恭敬来仰望你。愿你的圣神接纳伫咱日伫礼拜堂中间每一个。愿你拍开心门，愿你互上帝你的话来教示的人。主要所愿你的祝福，就是这粒天国的种子，要点伫因的心内，日是暝是，这个种子要渐渐发芽成长。主你祝福每一个阮所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互阮同得福音的好处。通成做上帝你荣光的记号，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三甲来吟圣诗397首。耶稣听我，我知明，因为记载。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会救有退缩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，请记入吟传首。
请坐奉献。请坐，平安礼请陈牧师。咱伫即礼拜，特别是昨昏有举行一个告别式，就是咱的长辈曾信的兄弟伫90岁蒙主文调，昨昏举行告别式。今仔日伊的后生查某囝甲孙仔有伫咱的教会中间，甲咱做伙做礼拜吼。有万载兄、载福兄甲伊的查某囝吼，甲孙仔，伊伫教会中间甲咱说多谢吼。上帝安慰帮助恁吼，上帝安慰帮助恁，真欢喜恁倒来教会做礼拜吼。兄弟姊妹，特别是中级伫即届告别式中间有做陪伴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，一个家庭忧伤就逐个人拢做伴吼，伊也陪伴因，安慰因。一个家庭人欢喜就所有的家庭拢同欢喜。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搁有就是即个小小的亲人嘛有过往吼。我伫来顶悬即个小小讲，今仔无法度来做礼拜有请假所以咱也为因的家庭来做祈祷吼。小小一个伊的家庭，咱为因的亲人过往来祈祷吼。搁有就是一个姊妹咱的长辈吼，占素莲姊妹，就是在经所欧巴桑吼。我上伊即礼拜有做即个肺部的静脉血管的手术，因为有扫搁有出血所以有做即个紧急的手术平安已经出教病房，即摆伊咧恢复的中间吼，请咱大家为着即个在经兄在经所因来祈祷
今仔日咱真欢喜有一个张姊妹吼，张姐妹伫咱中间，咱欢迎伊来甲咱做伙做礼拜，第一摆来吼，第一摆来伫咱中间，真欢喜欢迎恁甲阮做伙做礼拜。阮的教会有一个讲法吼，第一摆来是人客吼，但是第二摆都毋是啊吼，第二摆就是家己一家人共款吼。上帝祝福咱大家吼咱已经一段时间无都起来握手吼。大家真有趣，咱紧紧求上帝，互咱的疫情赶快开朗。即摆开始慢慢的解禁吼，现在台湾的情况有安全，但是因为咱犹阁是不敢太大意吼。但是咱大家祈祷，我相信上帝互咱经过死命的山谷，上帝要保守台湾，互咱这样一个平安的所在吼。咱做伙来为着这个忧伤的事来祈祷，吼，咱来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活命的主，阮特别将小小因的家庭，连万载兄因的家庭，来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或者生，或者死，拢袂通计当上帝你对阮的疼。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求主你亲自安慰保守。互所有失去因的亲人的家庭得到安慰，愿天父上帝照顾伫病痛中间，阮的长辈时代，愿主你的恩典甲因三甲伫地，互因健康平安。只成的天父上帝，阮来为着袂通伫阮中间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来恳求上帝你保守。无论阮出入伫啥物所在，你拢是阮的上帝。愿伫你的面前恭敬同心祈祷，愿主你的平安。带领阮伫人生的道路，我来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礼拜有2个人生日，计划敢有倒来？无倒来吼，咧上班吼。伊是伫加护病房吗？伫第一啊，第二？这个妈妈吼，上帝甲咱伫咧，吼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。主，阮为着春娇姐，为着志华姊妹来祈祷，愿主你的圣神帮助，互因伫生日的时会当追求上帝，进入你的至圣所，来到你施恩座前，仰望你的恩典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阮求讨上帝你用恩典的油抹伫伊的头壳顶，互因福杯满溢。主你享受智慧的圣神，就是真理的神，互因会当诚侪好的生活、生命的管理者，伫因过来365日，每一天用智慧的心甲主你同行。甲愿天父上帝祝福因，伫因的需要的顶悬，主你甲因陪伴，互因无欠缺。愿咱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吟这条诗歌，耶稣听你吼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伫咱的一生中，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，愿主耶稣听，永远踮伫恁的内底。求你脱离黑暗关系，带你进入光明国度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门。咱来请报告。一时来报告。顶周的聚会咱家己看，本周的聚会，祈祷会拜3暗时8点伫礼拜堂，家庭礼拜暂停，青草价暂停，查经班拜6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，圣工的服侍
后周的诗会将红人接事，领事主日学，苏琴刘一鸣兄弟，书宪廖美娥林安乐接事，交台第二组，爱山暂停。新眼光的读经表，咱照安尼家己灵修。集体交通，愿上帝安慰是苦守我姊妹家属甲亲人，陪伴失去亲人的痛苦。第二，愿上帝安慰顾曾信莲的家属甲亲人，陪伴大家亲人的忧伤。第三，感谢上帝保守，红占素莲姊妹手术平安，康复中，请大家继续祈祷。第四，后礼拜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有圣餐，请备办心，共领圣餐甲圣神的恩膏。第五，咱教会开始设置主日礼拜直播的系统，互身体无爽快的伫厝参加礼拜。若有送完问题，请甲怡真联络协助。第六，武汉肺炎疫情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，无必要尽量莫去病院，较侪祈祷，莫惊吓。生日的有2位，请咱为因祈祷。风险报告，咱家己看，若有出入早晚过价反应。大道事项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。第二，为中华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。第三，为总会总干事林鸿忠牧师康复祈祷。第四，请咱为以下遮个兄弟身体欠安来祈祷。第五，为青少年学校的课业来祈祷。第六，为适婚的青年婚姻祈祷。第七，为姊妹教会伫内岛富林集集德克达雅。以上，林尚营。补充一项代志，即个万赞兄因的家庭有准备一寡喜点吼，有一寡咱即个老婆饼即个饼，放伫咱的礼拜堂外口，咱免客气，咱要离开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有够，所以咱等下要离开的人，咱会当家己摕，好无？平安。吟圣诗上行511首。阿乐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，万福原本。天顶圣赛，天下万民，永远阿乐白镜圣神。请记录吟诗刷车曾牧师祝祷。阿乐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，万福原本。天顶圣赛，天下万民，永远阿乐白镜圣神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灭道闭会。